Cellnomer 平滑緊緻美容儀是一款能打造專業護理技術的 EMS 提拉美容儀，透過 EMS 電流去刺激已鬆弛的深層肌肉，有效提拉下垂的臉部線條，並改善深層皺紋。此外，結合溫熱、震動與紅光力等其他功能，在家也能輕鬆享有頂級水平的韓國醫美級的彈力護理。請於洗臉後，使用化妝水整理肌膚紋理，再將玫瑰乳霜均勻塗抹於臉部。請長按電源按鈕，請選擇所需的功能與強度，可同時使用多種功能。提拉模式，提升皮膚底層彈力 ，EMS 加震動加溫熱。深層導入模式，提升化妝品吸收力 ，LED 加震動加溫熱。舒緩模式，緊緻臉部線條 ，LED 加溫熱。請在需要護理的部位上輕柔按摩。